差輪盤大挑戰，見到咩就玩咩。你做呢邊？唉，講下今日咩安排啊？哦，冇問題。迪總，你今日3點有個 meeting，你未有安排。仲有你今日出門前去廁所咧，要45分鐘，比以往多咗13分鐘，需唔需要多得 train 過嚟幫你近停？唔使啦，幫我安排今晚應酬。No problem。喂 Sorry， 迪總，非常之。唉，唔識做嘢啫。開車。係嘅。車仔入咗嚟，你有睇到？早晨。喂，講咩你？叫人車總、黃總。坐嗰邊，注意身份啊吓！喂，笑咩啊你？吹下數，仲有啊！我今晚要招待下車總同黃總去 book 房。我又為何偏偏喜歡你？哎呀！